去咱先来见咱过去咱先来见，先来见过去咱的诗篇的书见，就来开讲念德。那我们今日叫做语言，咱们先用修、用学、用心之德。那因为呢，咱继续来讲到咱这个前两礼拜四半段，因为前礼拜后壁半段讲到迄个怀孕，因为这种是无性论的工课，无性论的工课，就跳开问题，你旁边的思想，其实做当兵讲到第7篇、第8篇，总是做出理论法，讲实上，要来互做语言改进的，了解改进的。因已经开幕为英王的进程，新竹开幕的进程，论述一旦如通，为王的后边这个新竹开幕的这个后边，你若无受到书，咱进入拢真是大好。那当然，到做当中，这是属于为王的后边。这个先做开放的后边，先做开放后边，因为若无去问到做出进度，虽然伊是已经开幕，但是伊对家己无一个信心。就参照讲，你写论文，你论文写得足好，但是你若无教授真正甲你认同迄个论文的内底当中，你这论文。虽然是写得足好，是无人会甲你承认，无人会甲你承认你是学术的学位，或者是硕士的学位，无人会甲你认同。这是足重要的一个工课。那当然，咱看到就是怀用上书、经书上书、音乐上书，后边都总是这上书来进行。当然，讲用。有关的当中，做会员有几句话，你应不是，我应不是，就直接几句话解决。但是呢，因为无有关的当中，后边做会员就经历1年，继续开始，继续开始。所以呢，咱看到做旁边第6篇、第7篇、到第8篇，咱愈看就愈趣味。但愈趣味就是你看无，你看无就较趣味个了，毋知你讲哪里唔知。所以呢，咱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重视。咱好时就来老师这大师啦，较早好经理啦，现在是经理啦大师级的咱创，咱讲的，咱培养了伫咧小学内底当中有一个深刻基础的内底。所以呢，精进班的精进拜师，咱我来讲嘅怀孕的事情，咱话曾经讲，因为咱大家以这个网络来讲到迄个这个新的回响，使我们大家讲了很正好，我嘛感觉大家讲了是真有用甚至大家讲，咱去讲大学班，大家咧讲，咱其实做环境。甚至是健康经起来讲会使讲较实施，伫这个学科的过程当中，大家真正心嘛所以咱说一句万用初心，后边一句咱讲对了，就是安尼。那因为呢，咱后学为着这永嘉大师建构这段，虽然伫进前。大师建构这段，咱就大约讲过，不过呢，因为音乐，咱要把这段话，这段是足重要，因为天台宗的3观论的内底当中，如果咱按照修过去，
参观论一些贡献物件，所以咱恐怕会有点较详细的物件来甲做一个做一个解说。不过呢，因为我而且咧讲，但是咱讲开始后边有人跟咱讲5日了，开始后边有人5日，后边有就恁个讲的话，咱我而且咧讲，袂当讲到你爱，你爱物件就是你家己放入，迄是你物件。咱即马咱顶咱即段话咱就来读一下应该严格上书，应该严格上书。温州第四主，孝习经论，孝习经论。即段话啦，我有叫，即个有看过先内底走去念。你讲从走去因为孝习经论啦青天台基本法，即段走去。青天台基本法，青天台基本法。因为迄是超连结，所以设计较紧啦。伊规定设计较紧啦。安尼。这个发明心地啦因含规模结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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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明心地，发明心地，武师地主贤戚相仿，武师地主贤戚相仿，以其固胆，出言暗合著作，出言暗合著作，切文。因者得法思随，因者得法思随，法我听黄丁经论，我听黄丁经论，各有思成，各有思成，后有规模结经悟不心中，后有规模结晶悟不心中，未有证明者，未有证明者。因为这段就是咱应该来书，应该来书呢，这个人这个上书在高雄的贡献是一个真有地位，一个真有名的一个大师。应该来书，因为咱拢知影，迄个郑德光真是应该来书所讲出来的这种的迄个武术法义。所以呢，伫这个应该来说的内底当中，伫高雄的贡献，大家对应该嘛有什么什么这个陌生啦但是应该伊的名，伊的法号叫做显觉选举这个选举啦显就是讲那以一句的名称来讲嘅，言之有言，众妙之门。这个贤就是讲，没有办法用语言去甲伊讲出来物件，开始在贤。就讲你会当进到这个佛义、法义，体入了佛的心中，会叫做觉，那叫做觉悟。所以呢，因为温州第四今日的时节，第四世界的这个主题，跟你讲的是安尼。所以温州呢，就是讲进行在浙江省这个应答馆咱若去到浙江省，这个永嘉县，因这个温州这个所在，叫一个这个伊当时出世这个所在啦但是因为孝习经论，孝就是讲。伊这个伊这个应该上书呢，伊伫少年的时阵，伊就做爱读法，伊就做爱清理，伊自细汉就开始研究天变，自细汉就足细汉7、8岁就开始研
变几变咯。即咱要讲起来，咱之前咱60几岁变只嘛，有以前就变吼，因为人这确确实实有赋予这个因缘感，所以呢，咱就爱相信。一个人在过世的世间，你对真理，你对法义，你会当确立，这毋是无原因。嘛，毋是你一世人当有的物件，你一世人当有的物件，基本袂遐难，因为这是一个多性格的物件。你有行法，这叫做因；来到这个所在，这叫做果。到迄个称谓就是学经典，你若是过去有学过有法，哦，所以伊较无可能讲7、8岁就咧学经典。所以人过去，咱的老菩萨常讲一句讲。你要读经4人册啦吼，你要读经4人册，经4人册，意思讲你去读成这个吼，这是过去经4人读来，其实啊，咱经4人读来，因为咱讲，啊经4人较分偌读册，这4人较读无啦，啊经4人啊较好读册吼，这4人较可能讲好，咱做上课，咱同学。咧读数学，迄但后咧读数学啦，报着数学，咱好摸咧笑啦。因为听着数学就容易啊，要学就可以学。哦，然后因为迄个数学的迄个理念，所以我想讲，我真是人读数学上对，安尼吼。啊，你若讲我是有，哦，伊数学，哦，因为伊。伫迄个当时啊，伊读迄个啦，读迄个个哦，迄个个高用数语，当伊就是考了数学，哦啊，所以进入去，当伊做老师做数学，所以我咧讲吼，我咧说到比数学较来，那经营老我经营这边，嘿，迄种有因的啦吼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就改动，咱今日会当是这个所在，以前人咧讲讲的。咱真死人，我已经收倒来，但我收倒来，要记你前头怎困难。这真正变，咱无家看平淡面呢。那迄个个不得哦，那来的时阵啊，这个是话来讲，当地事业，你会了解这点人，哦，这点人毋是无原因的，有1分2分3分4分5分前面，我这不得这个说话来讲啊，敢是？哦。就讲袂使学别讲，真理者、实理者、如理者、空理者、不应理者，伊袂使学别讲话一个，对。啊，所以呢，不得人看到这个人，人过去世修来，毋过咱原本众生，咱这是啥物？咱这是众生意，咱这有分地，要看遐物件才看有，当然咱看有。啊，所以人佛来讲，哦，会当学佛。会当真理，这种真实啊，我因为受过了不了世界，所以变成讲，迄个呐，哦，咱变成讲，哦，这个差不多在公司讲，咱今日若有修10世，有修10世哦，咱这世人到讲变到前后，你真世人已经有10世了。这世人到机会，人爬起嚟前后的舞台。那我前后简单嘛？迄会参照你画面，会参照。以前咱个时阵啊，迄个台北春天，迄惊迄个4年教育已经读2轮了，真是4年2轮，8年对不对？甚至这样读多少遍啊？迄数学拢袂歹。拢有这书啊，甚至有诶是迄个通医疗内底，迄个出去关咧有当迄个囡仔，台湾诶有当囡仔。哦，迄数学足好，但是因为伊含你上线好像12月，要考虑真好，好，毋是讲你见一个月底遐，那么简单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哦，无这一年，咱嘛是影无可能人变去啦，吼。经天来机关法，经天来机关法，啊，出言暗法，
主咒了哦。哦。因为伊这个应该上书呢，伊经天来之办法，即就是讲作用心的原理。哦，这个天台宗啊，啊，这个天台宗呢，哦，当然天台之办法啦，吼，因为咱好讲，哦，来讲。哦，天台，哦，这个，咱的佛内底有写着天台机关法嘛，吼。啊，这个经就是讲，真专业的意思，真专精的意思。这个天台就是讲大陆岐山叫做天台山，但是迄个是一个水调。为一个地价，这个州书啊，地价上书去开办一个面出来，所以咱知影就是讲，在佛教上的内底当中呢，即有八大宗派，但是我听讲即马朱杰解释的朱杰宗，哦，但是事实无事实，咱是过去我听人讲，不过伊佛教上的八大宗派，即是一个事实。但是天台宗伊种的一个宗派，安尼对。但是天台宗的这个宗派，就是由于水调，伊水调变成地价，哦，这个想书开办出来。但是因为伊当以前就是这个山咧修炼修学，所以后来咱人号名叫做天台宗。迄个天台宗的原来。就是对伊山的山名号出来的啦。那天台宗伊最修，伊天台宗内底修三个原论。因咱来了解，这个伊这个宗派是咧修什么法门？哦，咱一定会了解。哦，你若无了解，你虽然我了解伊的八大宗派简单，但是因的法门，因每一个人行每一个人法门出来，哦，无啥作相像。但是伊的目标就是哪？目标就是人生的变现。所有的目标就是台湾人生变这个道理。啊，因为天台宗呢，伊有三观论，第一叫做修空观，哦，啊，第二叫做修价观，第三呢叫做修用观啦，吼，这叫三观论啦。啊，这个三观论的内容就是讲啥物件？当然，修空观就是阿罗汉所修。所以咧化变黑、化虚黑，见一切地，成法界定，是安怎呢？因为修空观，因为阿罗汉，伊认讲一切物件都空无，一切物件都空无，啊无就是讲，因为伊这是阿罗汉的附件，因为法眼看袂到这个物件，毋是咧为个看袂到法眼的物件，法眼看袂到。佛教的物件，哦，这叫做赞处。啊，伊这个是，你今日你修阿罗汉，念经诵经，在这第九分的内底当中，叫做一上无上分的内底。啊，一上无上分的内底当中呢，伊有分做阿罗汉四个、苏罗汉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这个四个。但是因为破业甲输业，就是哪？破业就是因为你建立就是一定。你要进入初考，阿罗汉的初考了后，你一定要建立必然必爱看，迄有细节，迄无扭出，你若要去迄物件，迄是迄个佛教的经典，爱是网络扭的，所以咱为着咱毋是要讲到遐细，啊，所以讲一个大陆的风土来了解，啊，因为要进入阿罗汉，一定头一个就一定要入迄个入流。入流就是苏罗丸，迄个入流叫入心灵之流。但是讲起你离迄个哪呢？你迄个咱个时阵啊，这个思想得经，到伊修空经遐，要进入阿罗汉，思想得经是还未进入阿罗汉的初考哦。所以呢，因为在去以后，咱进入阿罗汉的初考，
阿罗汉初果，你一定要跨过贪嗔痴，这贪嗔痴无跨，你绝对要进入初果里面当中。啊，你初果叫做入油，入什么油？入圣人之油。简单讲话，你进入初果，你开始踏入你的圣人。你讲阿罗汉呢？阿罗汉，迄是迄个三心，哦，你三心九品内底啊，迄个上九品、中九品、下九品安尼，哦，下三品安尼，上三品就是哪？上上、上中、啊上下呢？中就是中上、中中、中下呢，到下来就是哪？下上、下中、下下，结果有品安尼，你毋通有叫做品级。阿罗汉下上下底就是小乘，小乘就是哪？因阿罗汉的迄个上小三品，就是小上、小中、啊小小，这个叫做下三品。但有品，哦，品叫品级，就已经见，迄个入阿罗汉的初果。哦，毋知咱常咧讲做人要有品级，上底摆你要有一个品内底，迄个价呢，若无品就无价呢。若讲那你这个人无品级。啊，一般顶的人，迄个品格了嘛，人品格在哪位？那么品格就是讲人格，吼，咁是安尼吼。所以你要修到阿罗汉，一定要哪？一定要贪嗔痴等正念初果，叫做须陀洹。啊，须陀洹内底当中呢，因为入圣人之油，不入什物件？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六根一定要当。六根上咧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个对了。啊，这是个无得，因为证明阿罗汉初果困难，所以叫做不入色、声啊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四名，叫做须陀洹。哦，这叫做结业。啊，来修行呢，修行上开始证明啊，须陀洹、须陀含。哦，初修啊，伊叫做修行到阿那含。哦，到第三个来，阿那含。须陀洹跟阿那含，这内当中呢，一定要输入。但是建立考看输入就歹看，输入就是咧讲咱能思想的物件，思想物件。哦，建立就是你向发伫外口物件入来，你生出意向，好意向。但是这物件是为内心世界给造出来物件。哦，咱常咧讲的讲，目睭人去讲生一寡哦，了做一寡哦，足恐怖的，规日的是规个，哦，拢无讲的时阵啊，互咱感觉离思想出来当中，拢真理、拢道理、拢伫拢迄个世界，哦，迄个叫做事业。但是解释，咱伫思想中内底，咱无清净。简单讲，有个人做梦，拢常咧梦起个足恐怖，迄就是伫咱个思想内底当中，一同在物件内底。所以人讲，须陀洹、须陀含、阿那。这两项属于，但是属于这两个内底当中，要看几品，哦，80品果，这个就属于。所以证明阿罗汉一定要见咧属于爱当证明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到四个阿罗汉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阿罗汉伊就无讲果啊，伊就讲道啊，叫阿罗汉道。啊是阿罗汉果，啥阿罗汉道？因为《金刚经》内底当中，伊无讲着阿罗汉果。现在讲呢，伊会讲阿罗汉，叫按你修行名，他应该是阿罗汉果在讲，哦，证明阿罗汉道，安尼就对啦。其实是讲阿罗汉的四果会结伴，会相关的迄个啦，安尼才有无？阿罗汉四果相关，叫做证明阿罗汉道啊，你已经证着。啊，证明阿罗汉道内底当中呢，你不明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阿罗汉证明阿罗汉，这四相一定要当，这四相无当，你能证明。